好，来继续来看路边的树仔熊熊长去，女骑士缀着头身亡。这是发生伫台南市北区延平国中的头前，有一张菩提树突然间上落，缀着2台汽车甲1台机车。骑这台机车是一个49岁太太，互树身撞着头壳，当场就过去了。市长王伟提赶到现场来关心，要求要全面来检查路树的安全。 今是月面19暗时8点左右，有人骑机车甲1台轿车慢慢经过台南市北区延平国中的前面，一张菩提树向阳山倒落，有人被撞到，人甲车拢倒落。你看着倒落撞着人就对啦。轿车的车顶落来，男驾驶受到轻伤，骑车的人不幸死亡。他是没有什么跟千斤。 市长王伟地嘛来到现场，因为台南市北区规工落未少雨，是不是因此造成土壤松软，也阁需要调查厘清。国市长指示专门安检全台南市的路树。政府要在全面对于路树可以修剪的，就要再加强修剪。国校区4周的树啊，需要修剪，或者是刷走的问题，嘛要落实。那有关公共责任甚至国赔，我们就会主动来协助家属，事务一定会承担。 根据了解，这位死亡49岁妇人伫病院工作，下班要回去厝，却遭受不幸。这个不幸啊，唔是讲人会当去安排的时间咯。家属表示，带到这4天来，亲人陆续过身，爸母大囝拢走啊，即马妇人嘛离开，厝内经济状况并无好，可能连办后事拢有困难，真正使人感叹。